裝修揀地板係咪好頭痛啊？市面上種類咁多，價錢又爭幾倍，到底點揀先啱？今日一次過將而家市面上4種主流地板講清楚。純實木地板就係成塊天然原木加工而成，佢最大嘅優點就係天然木紋，質感高級，幾乎不含膠，環保無甲醛，腳感亦都非常舒適。缺點呢？第一個就係價錢太貴，如果用嘅係名貴靚木，好似柚木、胡桃木，價錢就仲貴啦。第二，佢嘅穩定性比起其他種類再差啲，因為佢係單層結構，所以容易裂開變形，而且比較嬌貴，唔耐磨，難打理。實木複合地板可以話係純實木嘅最佳替代方案，分3層同多層結構，3層就好似三文治，多層就好似威化餅，而純實木就好似係結實嘅朱古力。實木複合地板解決咗純實木容易變形嘅問題，穩定性更好，特別適合有地戀嘅家庭。除此以外，佢可以做到各種形狀，好似常見嘅樓梯板、人字拼、魚骨拼或者藝術拼花，絕對能夠滿足你獨一無二嘅想像。再嚟講下纖維地板，又叫無縫地板或者係超耐磨地板，適合怕麻煩、有細路、有寵物嘅家庭。佢係將木材打磨成纖維，經過高壓製成，表面覆蓋3氧化二嘅耐磨層，超級耐磨。其中嘅無縫設計亦都可以做到表面防水，輕鬆打理，掃地機械人都搞得掂。而家嘅高清立體印刷技術可以做到表面超仿真木紋，加上纖維地板行走時腳感更舒適，算係實木地板之外嘅另一種選擇。膠地板算係運用範圍最廣泛嘅一種材質，既防水、彈性好、價錢平、可塑性亦高，常見醫院、幼稚園都有用，腳感好舒服，非常柔軟安靜，而且完全防水。廚房都可以鋪，適合租屋族或者係公共空間使用。不過市面上膠地板質素參差，為咗避免買到含有高量塑化劑嘅次級產品，選購時要格外細心。介紹咗咁多，你覺得邊種地板最啱你？記得留言分享你嘅睇法。